续来到台南新化虎头埤的风景区，种40多丛的阿波罗，也就是黄金花，嘛种将近20丛的这个凤凰树。虎头埤管理所考虑讲，明年嘛要甲凤凰树来列入到黄金花的花季，来改做凤凰黄金花季，互民众看到无同款的水意。 台南新化虎头埤风景区，即马伫咧园区内种40多丛的黄金树，民众行伫咧宽湖步道，伫咧顶南蛤蟆区虎尾吊桥旧活动中心附近，拢是上好的赏花地点。管理所主任陈phong den讲，因为园区内水气饱足，所以逐年拢会比园区外的黄金树较慢开花。5月底了哈，我们的阿伯乐花。 已经是大概开一半了。另外，伫咧虎头埤园区内，阁有要20丛的凤凰树当伫咧开花。陈主任就讲，因为黄金树伫咧开无偌长，也未开花，就互有的游客无看到花，拢感觉真无彩。其实除了阿伯乐以外，我们的凤凰花今年也开得非常漂亮。今年黄金树花季活动到6月7日，推出游百科游生化老街，互游客会当更深入了解在地特色。 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